油電55比2026 F1 改革究竟係進化定係玩膠呢？車手車隊新舊 fans 今日逐個同你審。各位 F1 車迷朋友，歡迎收睇 F Unit，我係 Tiffany。2026 F1 開季以嚟真係遍地花生啊！成個車壇就好似俾人掉咗個炸彈落去咁樣。如果係新嚟嘅 F1 朋友，相信咧你睇到今年有好多唔同嘅爬頭鏡頭啦、超車互換位置等等，你會覺得哇，好似幾刺激咁喎。但係咧，相信一班睇咗10幾20年 F1 嘅老 fans 咧，就唔係咁覺得啊，分分鐘睇到咧想爆粗心啦！喂，搞乜嘢啊？依家玩嘅 Mario Kart 啊！今日咧嚟一場認真嘅靈魂拷問。26年新賽例之下咧，燃油引擎同埋電力嘅比例係去到5:5開，仲要引入埋一個新嘅超車模式取代咗舊有嘅 DRS， 成個駕駛邏輯係翻天覆地啊！咁當然啦，就係有人歡喜有人眼冤啦。今日我哋唔係嚟選擇站邊一邊，而係將車手車隊新嘅 F1 fans 同舊嘅 F1 fans 4個持份者嘅心聲一次過攤晒上台面，同大家認真研究下究竟呢一場電力革命係將 F1 進化緊啦，定係自己玩死緊自己呢？好啦，首先就嚟睇下賽場嘅主角車手們咧，究竟係點諗嘅喎？如果要形容2026年大部分車手嘅諗法咧，佢哋一定係扯晒火嘅。4屆世界冠軍 Max Verstappen， 大家都知佢嘅性格咧就係直腸直肚啦。其實喺 test driving 嘅時候咧，佢已經掉咗一個好重嘅詞出嚟，反駕駛 anti driving 去形容今季嘅賽車。到咗揭幕戰澳洲站啦，佢直情形容啊場比賽係由頭到尾都令佢好空虛啊，仲同傳媒朋友講笑話：而家練車使乜模擬器啫？返屋企打開部 Switch 玩翻幾鋪 Mario Kart 就得啦，反正都係食道具、儲氮氣加速啫嘛，練唔練都係咁噶啦。其實咧都唔係好難明點解 Max 會咁嬲啦，因為以前一向嘅鬥車都係講緊大家鬥 late break，鬥可以最快開有精準咁樣出入隻彎啦。但係而家咧，而家一眾車手要望住個電量表去睇下嚿電幾時會冇電，要諗點樣留翻啲電量。而去到排位賽更加為咗要慳電咧，喺啲高速關前面要收晒油喺度滑行喎，完全唔係以前鬥車嗰個概念啊！法拉利嘅 Charles Leclerc 喺鬥完澳洲站之後啊，簡直係嬲到爆粗。佢就話啦：我過彎又快過你，又早過你開油出彎，但係就係因為對手喺直路多電過佢，所以就俾人放聲。哇！呢個簡直係一個笑話嚟嘅喎。駕駛邏輯改變咗咧都算啦，最得人驚咧其實係個超車模式帶嚟嘅速度差，因為大家架車嚿電池嘅儲備咧係唔同嘅，所以就會出現一個畫面，成日喺直路度見到一架車快到曉飛咁，另外一架車慢到好似跪低咗咁啊！Lando Norris 同埋 Carlos Sainz 咧，其實都警告過，就話兩架車依家嘅速度差距可以去到30至50公里每小時咁多。呢個已經唔係一場賽車，而係喺 highway 上面製造隨機嘅炒車意外。而 Norris 咧更加批評而家嘅賽車係冇晒駕駛樂趣，仲稱佢為史上最難揸嘅車人。喺好多車手心目中咧，F1 搞到咁咧，已經變咗一場慳電大賽，而佢哋車手們咧都變咗好似會計師咁樣，要逐度電咁樣計清楚，先可以贏到場比賽。佢哋失去咗對賽車嘅終極操控，淪落為車隊能量管理策略嘅執行工具。對於一眾當駕駛為藝術嘅 F1 車手們咧，嗰種感覺簡直就係屈辱嚟㗎啦！聽完一眾車手吐苦水咧，我哋就睇下圍牆上面嘅老狐狸，亦即係車隊同埋引擎製造商，佢哋嘅態度咧就真係好微妙啦。首先咧，大家就一定要睇下邊個係既得利益者啦。Mercedes 嘅 Team Principal Toto Wolff 咧喺季初嘅反應就最值得留意啦。當外界嘈到拆晒天，個個都話要即刻修例嘅時候，Toto Wolff 走出嚟講咗句好經典嘅說話。佢就話啦：我哋係應該用手術刀，而唔係用棒球棍去修例。大佬啊，你 Mercedes 上 podium 上到未停過，你就梗係叫人冷靜啲噶啦。嗱，講真，大家諗下 F1 搞咁大壇嘢，由以前嘅 DRS 變咗依家嘅超車模式，講到尾都係想 serve 班大客，亦即係車廠們啫。
以前奧迪話想入局 F1 咧，就專登將個油電比推到50:50咁高，去吸引呢啲電動化嘅大廠啊。對於車廠嚟講咧，佢哋可以將喺 F1 得嚟嘅混能技術運用翻落去民用車度，佢哋就梗係舉腳贊成噶啦。而阿 Max 都話啦，如果唔係因為有政治考量，個賽車設計根本就唔同晒。但係對於高層嚟講，佢都係繼續耍你嘅啫。不過風水輪流轉啊，紅牛同麥拿倫喺季初蝕晒底，咁就梗係不斷同 FIA 施壓啦。結果係點呢？喺4月停賽期間呢， FIA 就宣布修例，要將能量嘅回收上下值下調。雖然呢個改動冇再攞出嚟俾人批評啦，但係咧其實都默認咗佢哋喺季初嘅規則咧係玩大咗啊！改例之後嘅第一站邁阿密大獎賽咧，仲專登延長咗時間俾大家去熟習翻一個新嘅模式，真係慌死俾人再鬧咁。所以車隊嘅心態究竟係點嘅咧？就當然係生意還生意啦。只要我架車夠快贏得到，咁呢套規則咪好咯。你要投訴係因為你架車唔夠快啫。喺商業利益面前咧，嗰啲咩車手感受啊、極限駕駛啊、駕駛嘅藝術啊，全部企埋一邊先啦。好啦，講完賽場上嘅台前幕後，就梗係講下金主爸爸啦，亦即係我哋 fans 們啊。但係咧呢個群體咧又係好得意嘅喎，好似香港人食米線咁樣，分咗清湯派同埋麻辣派，大纜都扯唔埋，分裂晒㗎。先講老 fans 嗰邊啦，如果你係經歷過冼拿、舒密加，甚至乎係維特 UV8年代嘅老屎忽們咧，相信你哋而家睇到好興啊！F1 最迷人之處就係極限噶嘛，以前啲車手喺直路尾係要同物理極限搏鬥，遲一寸 break 就係英雄，早一寸 break 就係狗熊。而家咧，你喺排位賽見到啲車手直路收晒油，你以為架車壞啊？梗係唔係啦，佢哋要慳電。留翻嚟出彎爆啫！以前咧，我哋聽到 V10拉到去2萬轉嗰啲尖叫聲，哇，幾咁熱血，起晒雞皮。而家咧，淨係聽到啲車手喺 radio 問工程師：喂，我仲有幾多電啊？我可唔可以開超車模式啊？完全係鬥緊慳電咯。對於老 fans 嚟講咧，依家嘅爬頭啊、超車啊、位置互換咧，全部都係咁虛無噶。呢頭舊電咧就夠過人哋，轉個頭冇電又係俾人過翻，都唔係一個實質嘅技術較量啊！有陣時咧都幾懷念以前嗰種明明隻彎都未必過到啦，但係我就係要用我嘅前臂力量同埋條頸力量去征服賽道嗰種熱血啊！好啦，幫一眾老 fans 鬧完出翻口氣，我哋而家睇下新嘅 fans 究竟係點睇嘅先。如果你係因為 Netflix 同 Drive to Survive 或者係咁啱機緣巧合呢2年入坑 F1 嘅朋友們咧，可能你會覺得呢班老人家真係好乸煩咧，明明超車鏡頭咁多唔好睇咩？咁的確係嘅，2026嘅超車數字咧係急升嘅。以前排頭位咧冇咩事，基本上就可以一放絕塵啦。喺頭幾圈拉開咗距離之後咧，就自己揸自己，都唔算話好多超車鏡頭。但係而家改咗制之後咧，前車有機會慢落嚟，後車都有機會爆上嚟，係咁 back and forth。咁所以咧，其實都多咗唔少過車嘅鏡頭，可能會令到一眾新粉們係覺得好緊張、刺激、好熱血。我哋嘅公主啊 George Russell 咧，其實都出聲係撐新例嘅。佢自己咧就覺得啊，班老車手咧真係好鬼煩啊！到2026仲喺度吹奏緊 V10年代嗰種冇得超車冇鏡頭嘅比賽，有啲無聊咯。佢更加話車手就係自私噶啦，佢哋梗係想揸一架自己揸得舒服又快又攞到名次嘅賽車啦。但係觀眾咧就可能睇到瞓着覺啦。對於新 fans 嚟講咧，F1 可能係一個娛樂性質比較重嘅 show 啦。我理得你係用 engine 啦，定係用摩打都好，總之有人爬頭，有娛樂性，有意外驚喜，咁就係好睇啦。咁都未必個個想睇60個圈嘅 parade 嘅。不過無論你係撐新 fans 嘅觀點又好，撐舊 fans 嘅觀點都好，最緊要一樣嘢係咩啊？安全。
呢個油電比5-5開嘅規則咧，最大嘅炸彈就係速度差。相信大家有玩過 Mario Kart 嘅話咧，都知道食咗個蘑菇咧就會爆一段，但係個蘑菇失效之後咧又會龜速咁樣行喎。而家嘅 F1 咧就正正係咁樣啦。當一架車處於超車模式滿血狀態咧，對比起另外一架車回收緊電量，嗰個速度差真係大到離晒譜啊！頭先都講過 Lando Norris 同埋 Carlos Sainz 一早警告過，遲早會因為速度差而出事，亦都好不幸咁樣喺日本站正正係發生咗一單咁嘅意外啊！啤牙明為咗避開前面嘅慢車，以時速300公里咁多，撞咗埋牆。試想下，如果呢單意外係發生喺 Monaco 呢啲街道賽，撞嘅係兩棟石屎牆嘅話，後果不堪設想啊！所以其實都難怪啲車手咧插到咁盡，因為呢啲唔係設計出嚟嘅觀賞性，而係人為嘅危險製造。連 FIA 自己都知衰啦，即刻改例收緊翻能量嘅回收上限。如果唔係咁樣落去咧，真係容乜易搞出人命。究竟 F1 未來條路應該點樣行呢？學阿 Max 話齋，呢啲唔係小修小補就可以解決到個問題。想要 F1 可以繼續發展到落去咧，FIA 就要喺一個可持續發展同埋競技純粹性之間取到一個更加好嘅平衡點啊！如果有朝一日 F1 真係演變到要開慳電模式鬥慢咧，相信都唔係淨係得阿 Max 要退休噶啦，我哋呢班 fans 咧都想熄機走人，唔想繼續睇啊！熒幕前嘅你哋又係新派定係老派嘅車迷咧？你嘅觀點又係點咧？記得喺 comment 度同我哋分享你嘅睇法啊！如果鍾意今次呢條影片嘅話，記得 like、comment、share 同埋 subscribe 我哋嘅 channel 啊！下次見。